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咱们视频道。今日传这个开始，就是要来讲画家、艺术家的故事。Vincent 甲 Gabby， 所以这条是四季春。开讲，请啉茶。阮生活倒开讲，给你啊，给你，司机啊，你到底倒一项？我醒来的色哪甲红？要忍无完成，迄是甲伊轻松。今日要分享的故事就是 Vincent 甲 Gabby， 这是印象派画家 Vincent van Gogh 的故事。听人来欢迎起赞，留下订阅分享出去哦。